引入機械人，希望以娛樂同埋人性化嘅設計帶動氣氛，推動服務同零售業。服務同零售業需要吸引人流，製造新鮮感同埋打卡位。呢一部機械人結合人工智能，可以做到唔同動作。喺五一黃金週曾經去到尖沙咀同埋長洲同旅客互動。有企業認為香港經濟市況未如理想，期望透過機械人帶嚟特別嘅體驗，吸引旅客嚟香港消費。編程啦，偏向係娛樂化一啲，而呢啲娛樂化咧就係令到可能喺街頭啊睇到一班嘅機械人跳舞啊，又或者可能係睇到佢哋做某一啲嘅動作啊、各樣啊、打功夫啊、街頭表演啊，就希望令到國內嘅人嚟到更加多嘅打卡啊，或者係發放喺呢一個嘅媒體身上咯。商會嘅多啲啦咁樣，咁咧就有一啲嘅商場啊，去同我哋傾傾偈咯，咁啊。希望就係喺星期六、星期日嘅時候咧，可以令到有機械人，令到佢可以喺人流上面咧係多返一啲啊，同埋即係吸引多啲人係喺佢個商場打卡啊咁樣。